后来这段时间袂当出国无要紧，台湾嘛真水哦。国内的观光业联手合作，希望民众甲出国的经费开立国内的旅游。台东甲苗栗都拢业者做旅游景点的比对图，甲外国的景点甲台湾的景点做一个比拼，结果咱台湾一点仔拢袂输人，甚至搁较水哦。咱做伙来看。 溪水随着圆圆的鱼腿向下面喷水，梦幻的景象真像土耳其棉花堡，正是台中甲苗栗的交界，有人做成对比图。因为写土耳其去袂成，小棉堡会使去；也有日本的新社去袂成，苗栗新社会使去。纽西兰的哈比有，苗栗嘛有。日本镰仓灌篮高手的场景，苗栗新埔嘛有。也有美国的大峡谷，苗栗的火焰山嘛同款壮阔。 法国巴黎教堂外观，苗栗嘛饭店介相像。酒店内的建筑跟我之前去巴黎的那个建筑物有点像，那就是有一种意境的感觉，跟国外都好像。那苗栗有国际级的景点，台东嘛有几个甲国外真诚的美景地点，同款嘛是日本镰仓。 台东太麻里的樱木花道、冰沟道嘛真成，免去到美国的圣地亚哥、岛龙车站就真水。想要坐气球，免去土耳其，台东坐气球嘉年华嘛真精彩。因为疫情就是有一点严重，所以就取消，然后就是想说在花东比较少人这样。 家己的观光加地球，疫情期间地方业者联手合作，共同创作，做出国内国外景点的对比图，希望民众甲免咧出国的经费，优惠到国内旅游，抢救家卖观光产业。